榮光四面照着他們，牧羊人很懼怕。那天使對他們說：不要懼怕，看啊，因為我報給你們大喜的訊息，是關乎萬民的。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，為你們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着布卧在馬槽裏，那就是你們的記號。路加福音5章8至12節。
歌餐。